刚讲一句，台语有意思。大讲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医师。头拄啊，看一个负责人，甲我讲伊这痛，遐痛。我是一位好医生，我当然爱详细甲伊检查一下。咱今仔日要来给大家介绍妇女病。妇女病汉字写作妇女病。罗马字写做何乌夫罗乌鲁波诶病，妇第7条，女第2条，病第7条。那讲到妇女病，真侪甲月事有关系。月事嘛，常用日语的外来语“咩事”来表达。第一摆去看妇科的时，医生拢会问讲月事敢有正常？若是少女，会问头一摆是当时来；若是年岁较大的，就会问讲当时煞经。真侪查某囡仔月事来的时，拢会腹肚痛。这个时阵，咱会使滚一寡红豆汤来啉，也是摕雾烧包来捂好烧，拢会当减轻月事来的无爽快。查某囡仔平常时为着保护。生本就会有一寡清清、差不多无色无味的分泌，这是正常的。若是感染着，有时阁有无好闻的味，叫做呕味。这种症头叫做白带，嘛有人讲是白带。若要预防妇女病，尤其是一寡较严重的病症，亲像子宫喙癌。平常时啊，咱就爱定期检查子宫、生管、子宫喙这寡部位。政府提供30岁以上的女性免费的子宫喙抹片检查，医生会用抹片、下身镜、超音波这个方式检查，规个检查过程只要6分钟。若有问题，会进行更较详细的检查，只要量早处理，大部分的病拢会较好治疗。例如妇女病、月事、绝经、子宫、生管、白带、子宫喙癌、抹片。虽然咱今仔日主要咧讲妇女病，不过无论查甫查某，咱会记你定期做身体检查哦。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